相信有真侪乡亲听过这首歌。1985年，当时美国、英国流行的音乐界为非洲难民发声，伫美国费城甘乃迪体育馆、甲英国伦敦温布利体育馆，当时举行为非洲难民募款的四海一家演唱会。双边接力进行10点钟义演，除了有现场观众，佮经过7列人助卫星传送到全世界160几个国家。1995年，咱国家甘比亚共和国建国仪式当时伫台北甲甘比亚进行，变成咱国第30个邦交国。咱国捌伫1968年甲甘比亚建交，并且派遣农经队协助因农业建设。1974年，甘比亚甲中共建交，咱避免中止外交关系。那么虽然伫1995年建交，又搁伫2013年断交。同款由于南海问题，伫2012年，东南亚国协外长会议伫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。中国甲菲律宾为了黄岩岛主权的问题险险啊相拍，对着变怎处理中国甲南海问题，各国的看法无同款。最后会议并无依照惯例发表联合公布，就闭幕拍东协成立45年来的传统。